36岁的时间，我遇到很大的瓶颈的时候，我教学生也不会进步了，因为我教合唱团，我教乐队，我的方法都用完了。我感谢老天爷，我又有一条木雕的路来走了。雕刻到1、2、3，咔咔咔，这样子雕了10年、20年、30年，重新又开始。所以我从今以后的另一个30年又过得很快乐，又过得很刺激。所谓的快乐就是很刺激。你为什么会去做木雕？你为什么没有找到别的兴趣？你为什么没有画画？我还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老师1学期教我们做一个竹子的铲子，1学期只教我们做一个铲子，我就会在家里每天就用砂纸去磨，磨得亮亮的、细细的，好光滑。中学的期间，我的英文、数学的功课都不太好，可是我的工艺课最好。佢係蔡平陽，花蓮美術界嘅傳奇性人物，創作木雕超過30年。別人用筆寫日記，佢係用木雕寫日記。對佢到位下誕生嘅藝術品超過1000件，直到各位學生嘅未有見過啥。佢係成行留定一班音樂家、一班藝術家嘅血。本行學音樂嘅佢，對音樂界早有人才20年。是因為一個機緣，佢轉換跑道，成為一位木雕家。佢下10年嘅辛苦創作，唔係為名，唔係為利，淨係為到自家嘅興趣來做。就靠對木雕嘅熱情，佢喺無師自通嘅情況下，一刀一機創作出佢對舞蹈、音樂還有生命的感動。这种事情为什么会让我做到32年哈？这个木雕，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它是一个挑战性很大的，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在花蓮土生土長嘅蔡平陽，現在用原住民做創作主題。無論係日常嘅人物貼寫，還係鬧熱嘅法通字典，一代一代不但完全唔打眼嘅木材，喺佢創意同考述之下，變做一件一件生動又本人知道當感動嘅藝術品。佢特有嘅彩色木雕法，唔但將想到青島原住民特別來向佢學木雕，每本佢喺花蓮嘅美術界簽出名。每一个作品你都要去思考、去想它，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的头脑常常要去创新嘛。所以艺术是讲创新啊，不是讲模仿啊。所以我所做的作品都是我自己创新的。什么叫蔡氏风格？因为该蒙音告嘛，我没有老师教我嘛，假如有老师教我，就变成是老师的风格嘛。我自己独创的嘛。那我什么叫做独创？我乱想的嘛，我乱做的嘛。最后30年，我累积到了最好的经验嘛，我累积到最好的经验。我这里东做西做，乱七八糟乱做，甚至于我自己受伤。就是我这30年纪呢，我跌跌撞撞，我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搞那样搞，搞到最后我找到一条最好的路。
工作室地位，蔡平洋的艺术数当无限。结婚艺术家追求完美的坚持，本其倾尽心去做每一个步骤，详细去研究每一寸细节。大件作品都从自家细腻的腔用，理解用心照顾下，悄悄地放出光芒。經過30年堅持堅做，無師自通嘅佢對雕刻到染色都有自家特有嘅模式。这是最高的技巧了。看到我在调色，你看我倒一下就知道了。我不会像人家要称啊几公克几分比，我只要调一下放进去，然后我试试颜色。然后当我发现太淡，我要加黑一点，我就加一点黑一点；我认为我要再红一点，我就加一点红的。在創作時節嘅蔡平洋，佢是內散發熱情同自信。唔過木雕一條路，實係佢本代人生規劃中意外嘅插曲。30年前，佢曾係一位國中嘅音樂先生。因為一敗嘅經驗，佢熟識嘅木雕家嚴志寬，從此佢就開始沉迷木雕嘅世界。就會講吼，我的本性在天性上，我有一種可能，我適合做手工，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用刀子雕刻那個木頭的時候，就讓我好像眼睛就亮起來了，就像火柴點火點着了一樣。為70歲嘅嚴志寬係阿美族人，佢係一位有名嘅木雕師傅。佢本人倡議為飯店創作一系列嘅木雕作品，佢用施工料就去到飯店後背一條太樹嘅純嘅空地方。我偶然經過他那邊，我看他有一個老先生蹲在那邊幹什麼？他在雕刻。就這樣子，我就說好啊，這個太好玩了。我也回來學他，拿一塊木板，我買2支雕刻刀，100塊。我拿一支佛教的桌角，教室的桌角，我就開始刻了。這樣子，開始沉迷30年。我白天上課教音樂哦。下午5點回到家，第一件事跑到我的院子刻木頭，是我最快樂的事情。因為對木雕的興趣漸來漸深，蔡平洋就投入更加多的心力同時間練習木雕。當時還係國中音樂先生嘅佢，為到本自家的木雕創作更加進步。佢主動請向學校嘅美術先生鍾春蘭指導基本的構圖。我教音樂，我的隔壁的位置坐了一個老師，是教美術的老師，叫鍾春蘭老師。在我的木雕上面，在構圖上是我的恩師。基亞也哈港音呢，他也是客家人。我就每天纏着他，叫他幫我畫圖。我就把木板給他，他就拿一個粉筆就在那邊畫。所以我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我一面做音樂老師，一面也在做學習木雕，那是叫學習木雕，從初學開始這樣子。那看的那些東西也是這，我刻阿美族的木雕跟太魯閣族的木雕，我一路自己摸索，我自己去摸索到部落裡面去訪問、去拜訪，我去照相部落的人的樣子，阿美族的樣子是什麼樣子，太魯閣族穿的衣服。男的服裝是什麼樣子，女的服裝是什麼樣子，我都能照相回來。我是有深刻的觀察的。當好年出名圖案嘅蔡平洋，對佢條嘅生活軌跡當中潛靈感，同音樂還有舞蹈帶來嘅短時間嘅感動，透過木雕創作化作永久嘅作品。當年年出名嘅豐年祭法通，蔡平洋差唔多都係唔會缺席嘅。
去花莲，爱卡利花莲的本地的原住民阿美族，那阿美族到底要刻什么？其实阿美族的所有的文化艺术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丰年舞，最精彩的地方在丰年舞。所以我去收集阿美族的特色的时候，其实我是从每一年阿美族的丰年舞里面所得到的最多。跳摆的时间，我会翕相，我会去照相。去到跳舞的时间，舞姿、服装，我是利用丰年舞的时候去照相，因为平常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啊。但在丰年舞才看得到，跳舞的姿势，各种不同的最精彩的动作，都是在丰年舞才看得到。所以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丰年舞。我从那边看到丰年舞，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同的服装，各种不同的舞步。所以我讲，我刻阿美族的那一些灵感从哪里来？是从丰年舞来的。我要感谢阿美族的丰年舞，对。创作初期，蔡平阳有结下拜岩冲创伤，不过完全无打击其做目标的决心。靠自己坚持，佢为演出名目标可以创出一个新的境界。创作木雕的初期，无论是雕刻技法还是工具的使用，蔡平阳都会去加紧吃紧做。不过也要本其付出动多惨痛的推价。我只会讲线线的细节，我唔地火来保护我去加。结果我的这个右手有一种机器叫 Lucky， 它是在削那个木头，会削得很快，6个齿这样勾勾的这样，就是这样勾嘛。结果它反弹就弹到我这个手。你看那个机器是多么利的弹嘎弄的嘛，铁都削得下去的。我这个皮算什么？0.1秒我都还不晓得，啪这样子一下，这个手整个皮都打开，都扯开，然后里面血管都断了。堵住底下，我修哈皮瑞，冲到我家门口，我看到我对门就有张音坐在走廊上，是一个卡车司机的助手，他休息，他坐在走廊上，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我跑到他面前说：“你傻傻用欧多拜载我去门斗医院，因为门斗医院距离我家最近，差不多只有2公里而已。很幸运，我还没有到急诊室就昏倒了，因为失血太多。就到了医院，非常幸运，这个手完全都做好，现在完全没有副作用。这个手被切掉一半了，这是第一次最重大的危险。其他说不清楚的这一种的伤痕，比如说我讲说指甲被锤子一锤锤到了整个淤青嘛。”指甲掉了嘛？可是你们要知道哦，给捅一地嘛，很痛。我做木雕30年哈，除了做出俺多的木雕可以流传给我的后代以外，我本身的伤口就是我的战场上的这个什么成果。当我的手，我觉得我的伤口已经复原了，我已经有力量可以工作，我马上就在工作。我绝对没有像有的人讲说：“哎呦，吓死我了！上次我被机器割到一下，我再也不敢做了。”他因为被割到一次就不敢做了，我不是，
我只要伤口好了，已经有力量了，我再做，80%我就再做了，打死不退。做到这边30多年，其实我30多年起码做伤口30多个了。客家研究硬件精神，本蔡平阳就算受到严重嘅伤，还是坚持继续创作下去。不过有客人看到嘅係既心痛，既唔盼的。他这个工具这么危险，做这个工作这么危险，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劝他说，不要玩这个东西了，好不好？而且他的妈妈，我的婆婆，当然更担心啦，也是叫他，也是一直在旁边念说，不要做了，又不切这碗饭吃。后来第二次受伤以后，他就觉得说，那个工具实在是太危险了，他就不再用那个工具，而且一切就比较 OK 了，就没有再发生这个事情了。这片係木材行，蔡平陽同頭家兩公婆已經熟識嘅30年。對佢開始做木雕，就係從頭來也教過嘅人客。佢大意同天花木材行就會攞佢準備好需要嘅木材，還運送到屋卡。直徑大概要1尺，1尺半，這個只有1尺，長度大概要3米嘛。它腐爛的要把它削掉，太漂亮了。很醬哦，那款洗刷法洗刷、用刷、三刷、洗刷法，從差不多就8刷，本身愛上做重面，做重面上面咧做吊卡，這是什麼木頭？花梨進口的，像你按發像這麼寬。客家話叫俺發的這個木頭，在台灣你還摸嘞？沒有了。我很想要，我想把它買回去我就把它做桌面，放在我家的客廳。我來吊看做桌面的表演音樂堂，你聽懂好看。喺蔡平陽嘅眼中，尋到一堆好嘅木材，就將得到珍寶共用，而心感到創作嘅慾望，就會臨時走出來。開始建立嘅上運用版創作，本木材變做藝術品。他技術很好，他雕的木頭太漂亮了。他就是要你好的木頭給他，其他他都不會管你。我們也知道他的個性啦，他一定要好的木頭啦，不然的話送到他家，他還是會退給你。我們做木頭看木頭看了30年，經驗很多了。這一堆像山一樣那麼大堆的這個木頭裡面，眼睛一看就知道哪一隻好。吊車夾着拉出來，一次就解決了。30年嘅木雕生涯，蔡平陽創作嘅大大細細、千多嘅木雕作品，喺花蓮萬奈都做得看得到。館長，好久不見了，好久不見，好久不見。哇，我說我們這一次這個我回到我們的文化館來看一看我的以前的木雕的作品，內心裡感到很高興。10年的辛苦啊，總算有一個成果出來。對，總算有一點成就10年的辛苦不容易。這是原住民文化館的第一支柱子，全部有9支1年做1支這樣到現在我們都把這個柱子做完了。這是第一支，第一支應該做的是什麼？就是阿美族的頭目。頭目最重要嘛，你看頭上的羽毛，身上的衣服，他的長袍，他手上拿了一支這個權杖，對不對？這是他們實際的樣子，就是這個樣子。這個是我們原住民文化館的入口，所以入口有2根柱子。我們正面看到的是女性叫做阿美族之母，那背面是男性這阿美族的勇士。為什麼把女性放在正面呢？因為阿美族是母系社會，女性比較重要。要注意這一點，所以我們會把女性母親放在正面，而不是把勇士放在正面。舞蹈豐年舞是阿美族很重要的一個活動那一支是在表現阿美族豐年舞的時候舞蹈的動作。你看1層、2層、3層有沒有小孩子、年輕人、勇士手上拿着一個標槍，很有力的感覺上面那個你看看腳抬起來。講到木雕，蔡平陽手工唔會說，
该作品唔但唱清有原住民特色，还融入非洲原住民充满原始生活嘅风味。透過詳細嘅觀察同研究，佢無停地為作品注入新嘅元素。該作品未成為日後原住民目標嘅重要典範。这个是勇士的像，好，我做这个作品大概就是55岁、56岁的时候，14年前哈，在我的艺术的这个生涯里面哈，应该是我的巅峰时期的。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作品有40， 3米高哈。那因为它很硬，所以我锯得非常久。我这个作品大概是要做1个月，做1个月哈。其实当时有3个人在做，还有我的2个学生，他们年轻力壮。我就教他怎么锯，锯哪里他就帮我锯哪里。好，他们锯好啊，然后呢我就会设计好，你锯多一点，锯少一点这样子。所以力量是我的学生帮我花的，假如是我来做的话，我大概就没有这个力量来做了哈。那么这是不是做完了正面要翻滚，翻到侧面？那这个这么大怎么办呢？我们拿那个挖路，长长的挖路，在上面这样滚，好，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把它翻滚过去，然后再刻背面，再刻侧面这样子。那做好了以后呢，我们用吊车，从外面用吊车，然后再加上20个原住民的头目一起抬着进来，头目都来了。他说这是他们的神。阿美族的这个神，所以他们在这边祭拜。因为蔡老师从事这个部分已经30年了，他的功力呢深厚。那么早期这个部分呢，唯独是蔡老师去带动了，所以他对这个阿美族的这个木雕原住民的木雕，他是付了很大的心力。那我本身也是从事当徒弟来学习那当然是要感谢蔡老师多年的长期的。来协助，而且对这个方面的精华一再指导。我是客家人但是因为我住在花莲，我在花莲出生的嘛。我从小其实我们住的家的附近是阿美族，还有太鲁阁族。客家人都是从西部过来的，桃竹苗过来的。那么人来了，并没有把客家的文化带过来，所以我在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山歌。雖然係客家人，不過蔡平陽從細就去到花蓮嘅原住民部落，真實嘅生活經驗，自然就影響到佢嘅創作方向。雖然我是客家人，其實我們也說，在這個文化方面，我們是被他們影響得很大。所以說，我們會去了解阿美族的文化，或者太魯閣族的文化。我今天會做阿美族的雕刻、太魯閣的雕刻，沒有人懷疑我。因為我做出來確實很像他們的樣子。蔡平陽係一位滔滔貼貼嘅客家人，從細就好做勞作，佢收藏物品嘅習慣，未成為日後帶領佢從事木雕創作嘅重要關鍵。到盡新創作，蔡平陽拖嘅一個無碼有人氣嘅山腳下，佢嘅自家嘅木雕工作室，還有一座私人嘅木雕藝術館。你係冇佢愛為到愛做雕刻，我就辦到了差不多因為隔壁弄做冇練啥，我唔會超動人啊，我哋了差不多嘅冇大5年咧看你啲 QQ 其實係新嘅啦，才5年年係啲都不學我就強調係師傅嚟做了之後呢，其他農場咧，我一家我嚟做啲係門啦我一家做嘅你係步道你係步道，你看到你10條做農場我一家係賣了之後我一家鋪嘅，我一地係鋪了我就看到你係步道農場我一家鋪嘅做，我一家掉嘅，我就強調我係偏少咧，讓我停工啦佢那田富然後我就當厝嘛，我就三無法度。佢啲係啲客家人你係農家，特別啲種下農家係台門。這是我們以前客家人雙扇的農家的那個大，佢愛懷念我們農家客家人的那個傳統，佢愛賣啲係台門的，我即刻調轉體，
除咗某嘅大門同重嘅牆以外，不獨嘅各則各項對堂下做嘅燈呢、壁方嘅裝飾、屏風、燈罩、比嘅盤呢，都各種擺出來嘅東西，睇睇細細全個項作品。除咗有其私人嘅收藏，還有一件其親屬創作嘅藝術品。客家有一個五穀廟，五穀廟拜打鼓的那個鼓，這是鼓。我就五扎，我表面心面，我都不知道要做什麼。很久原因哈，我也實在有點不甘願了，不能讓它永遠的沒有發揮它的功能。我就砍了張阿美族的頭目的像，你看到這阿美族頭目的像，你看研究那阿美族頭目上面的羽毛，這是阿美族的頭目的頭，這是頭上的羽毛，這也是阿美族頭目的頭，這是羽毛。你看羽毛有各種3種的形狀，這是我的變形，就藝術的變形。我就來客家的鼓，我砍阿美族的圖案。老人家蹲在地上很痛苦，為什麼？打開電視，通通都是國語或者是閩南語的節目，他聽不懂。聲音呢，從學校回來，跟阿嬷講話講國語，阿公阿嬷聽不懂。孩子在哪裡呢？孩子在台北工作啊，釘板模板鋼筋啊，賺的錢很少啊。孫子在家裡要吃飯啊。我說這個推表太魯閣族的老人家，他的悲傷。蔡平陽係新竹客家移民嘅第二胎，1946年喺花蓮美崙出世。屋卡還有一個比佢大10歲嘅阿姐，也愛啲市場賣豬肉。對小學開始，當日早晨佢就會聽書做生意。每一個人自己住在自己的家鄉嘛，有父母親、有兄弟姐妹在一起嘛，有房子可以住，不是很幸福快樂嗎？我們會搬到花蓮來，就是在辛苦的沒有辦法生存下去，日子過不下去了。很簡單的講一句話，你不能天天在家裡吃飯啊，吃老米啊？為什麼？家裡沒有錢啊，還有老米給你吃啊？你是男孩子，趕快出去賺錢啊！所以到了遙遠的花蓮來，寄人籬下，擺一個路邊擺一個攤子，這樣子，後來慢慢的生活出來。後來的我出生了，台灣光復以後，我是35年出生的，我們就在路邊蓋了一個房子，這樣子住到現在。日本時代，當到客家人味道苗生，對土族苗還有南埔6對地區，南北邊境一路駛到花蓮來帶，也就是人講嘅第2次移民。童年時期嘅蔡平陽，就對勞作同工藝展現千態嘅興趣。小學教時後輩嘅成績欄地碑，永遠都有佢嘅美術作品。伊哦，嘛該都係要自家做啦，像吼戲了嘅木嘅，木好戲好戲嘅，木地碑嘅東西攏自家當，操下佢個嘛該事情都要自家做啦。像你木個戲好戲嘅呢，佢都其他事情都自家來，面床也自家當，個洗臉台咩自家做。連個翻作嘅燈呢，嘛該攏自家當嘅，啊樓台啊，二樓嘅鐵板啊，攏自家當嘅。真厲害，真厲害，唔免真厲害啦，也唔免講俺親妹當啦吼，俺個性就會安然啦吼，俺會自家做啦，俺曉做嘅事情啊就會自家做，俺唔會搶嘅。除咗勞作，蔡平陽從小還當好收藏，以下睇本盤嘅攝郵冊，係佢從小上網熟悉屋卡新嚟行嘅郵票，一張當生意同佢佔到水泥杯脫膠，這個詳細收藏起來嘅。當
年紀較大一些，當好音樂嘅佢，每時花係當多錢去買青島胡膠唱片來做收藏。就係按呢一個收藏物品嘅習慣，影響到佢日後行上創作木雕嘅路。我是进入花莲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才开始学钢琴的，因为那时候师范学校呢，这个音乐尤其是学琴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目，每一个人都要学。大家那时候也学弹琴啦，不过那时候大家会学的是这弹那个风琴、organ，那我又特别去弹钢琴，学钢琴。我看到这个钢琴啊，闪闪发亮，黑黑的。黑黑的壳，里面的键盘白白的，漂亮极了。那几天我在华丽弹钢琴了。我当时只是因为钢琴的音乐很美，钢琴很美。我不是说要当音乐家。花蓮師專音樂科畢業過後，蔡平陽就到小學做音樂科先生，還開始學小提琴。29歲嗰年，佢有機會進入國師大英文內讀書，重新開始做學生嘅。早让啊让早年啊，爱莲茶太阳，爱就村落都那，爱神呢难忘嘅阿妹情啊。音樂先生到木雕家，每一個身份蔡平陽都做到真優秀。雖然佢已經70人嘅，不過也成功度要當到夢幻成嘅目標。大學畢業過後，蔡平陽進入二重國中做先生。教會幾下專業嘅英文，高中就提出建議，希望佢轉做音樂科先生，還可以指導合唱團。我68年我大學畢業，我是以英語系畢業的身份，我進來其實是在教音樂。結果我提進去就在那教合唱團。教音樂課，教合唱團。我9月進來的時候，12月音樂比賽，全縣音樂比賽就得到第1名。宜山國中的合唱團就從來沒有得過第1名，校長高興得不得了，寫了一個恭賀的紅紙條貼在校門口。1984年，蔡平陽舉辦的生平體育場小提琴演奏會。也咪係花蓮縣嘅體育場小提琴演奏會，一場音樂會對蔡平陽來講，唔但唱真有意義，還卡係改變佢人生嘅一個關鍵。
讲到这个张牧阳，最少多我20岁，一个台北的一个收藏家、艺术家的一个老前辈。那块小提琴演奏会的时候，他来听，他来欣赏，他坐在会场，听完了以后，人家介绍就认识了。参观的张牧阳附加丰富的收藏品过后，蔡平阳的心感度持到亲震撼同感通。20年的音樂教學路，佢根本佢知道有多會開有空虛。年前也歸倉庫，並到年年都係歲月分家嘅古物，在圖分享佢心感度對生活嘅熱情。我們以為非洲是一個落後國家，那一定沒有好的機器，沒有好的刀子，雕刻的東西全部會這樣。錯了，你看那個雕刻多麼的美，我非常的感動。它太有真正非洲原本的初創的內容，它不是模仿的，完全是非洲蓋大衛發展出來的一種藝術。比如說電影那種小球匆匆，你看它的雕刻一定是人，一定是瘦瘦長長的，媽媽抱孩子，媽媽很瘦，那孩子也很瘦，那種感覺，一聽可能就是非洲的造型。50世紀時節。蔡平陽結束嘅20年嘅教育工作，全心投入自家嘅木雕創作。佢喺教學工作唔是停下來，不過係對音樂嘅領域轉換到木雕嘅世界。國中小、大學、社區大學、鄉公所，甚至係監獄都有佢喺學生嘅。近半日，佢學生嘅係兩位太魯閣族退休嘅先生，因為對木雕有興趣，就來報名。我們一定要把它去掉，但是現在我們不管，因為這邊是5屁股，我們可以把它整個鋸開。这是膝盖上面的弯，这是下面的弯，到这个地方，脚掌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蹲的这个膝盖，你看到没有？这边是斜上来，有没有？这边斜上去，所以现在这边要斜上去。好，你看哈，你现在从这边这样，从这边击过来。我发觉蔡老师呢有一个使我非常敬佩的地方啊，他是应该算是学到老活到老这样哦，所以我说老师这个年纪啊，什么时候会休息？他说不会，他一直会做下去。所以他家里面的这些庭院呢，他说能一个人做就自己一个人做啊，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可以学到我们蔡老师很多做事的一个非常有自己有特色的一个见解。創作年出名木雕幾50年，蔡平陽嘅心感度亦切上去創作屬於客家文化嘅木雕藝術。所以客家人根本就冇愛講，客家人就冇會做客家人嘅東西啊。所以你要來上的研究吼，我早就在想了。我10年以前就在想，我應該做客家的什麼東西。你要想好，那就動你希諾基也不用啊。我有很多檜木的板子，我起碼有200-300片，都是很好的檜木板子。經過詳細思考，蔡平陽決定用最有客家特色嘅演繹做代表，創作100對客家演繹嘅木雕，將來做得夜市排開掛到表空展示。本參觀的人一片學客化，一片認識客家演繹，同時對亞地輩體悟到傳統的客家精神。客家諺語到底有沒有價值？有沒有保存和發揚的價值？當然是有。你看，平時生日後，摩西肉日後。你係意思我相信你客家人大家就對啦哈。你係意思表示話你客家人就聽來圈咯，為生欠的意思哈。為生咱們又寸啦哈，因為生咱們又寸
怎么就签哈，安尼的意思哈。汉你系蛮完成的，我你下好之后，我看好之后，我会攞，你系变会攞到酱，像你安尼，攞到安尼啪啪，你就起落去变会说啪啪哦，啪啪啷啷，光滑啊，显出快木的花纹的美丽。已經76歲嘅蔡平陽，一下過定有限嘅退休生活。太太嘅課堂除咗唔似以外，還種滿各式各樣嘅果樹。兩公婆當日嘅工作之一，就係到菜園去摘菜、除草、用樹田園之樂。今本日係蔡平陽嘅生日，係到外地嘅禮爺每夜貼片搶假，帶定幫出嫁嘅孫女向下轉來攞佢做生日。為到有難得嘅機會，蔡平陽大早就準備釣魚嘅，希望今本日做得有好嘅收穫。芥蘭果奶油蛋糕哈，也係外母會做嘅，啊外母會負責，佢去研究了就按做芥蘭奶油蛋糕嗰種反應嚟做，你看你啊佢自己家做。食夜之前，蔡平陽突然間天愛出一個小題目，考驗一下新人嘅客家話。蔡佩儀，蔡平陽嘅，太妹，見面嗬，我家都退總，家都退總，廿八ngày嗬，因為我做生意嘛，退總，因為廿八做生意，即刻轉來，我要做生意。飛卷，大花蓮，欣賞，同我做，係蔡平陽開嘅，我爸爸冇嘅。因為演一家人，小小無啦，記得搞好安尼吼，佢記得唔曉講，你要搞太嘅好嘛，親難，親難。你下會，啊！你下寫嘅每日帶部卡嘅書，你下都要親樣。親樣喊佢講。要搞幾個搞講安尼。我哋講就不如談，係佢慢慢嗬就會學，佢就會學嚟到就會講，我就親樣喊佢講。那你要在旁邊跟我偷偷講一下。我夫子啦。托吹。托吹射吹。做幹嘛？嫩油，嫩油，有耐心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他。福氣，對。才華洋溢怎麼講？金油。清杯啦。清杯。爸爸東威走行走一，環碟 C。啊？這是他喜歡的事情。我去，有講。雕舞。學語言哈，學語言，我先糖，曉糖的曉就會講。是啊，長大了要教他，沒有講啊，你講乜解啊？跟他去講下，講你講乜解啊？很厲害那個對吧？
要有感觉，要有自觉，我来纠转来。所以李行来教我孙呢，尽量讲客家话。吃饭了。这样这边做。新闻里出，然后呢？看头戏，看头戏。啊，新闻阿嬷嘛改。按倒吹。按好势咧出。我阿嬷，按会煮。按会煮，这么会煮。还没行呢。嘿，对，很好。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人生吼当短啦吼，大家拢总袂转去嘛吼，和大家拢上会留着命啊，不后退咧留念啊，咱吼，和爱做钓卡当幸运吼，钓卡的东西唔会免吼，唔会笑，我老了就钓卡咧弄成留下来本爱后退子孙，你本记了帝国后了就爱罗祖公吼做的东西啊，所以爱做木雕的目的很嘛个，没有有命啦，还没有去传承吼。我希望呢啲东西吼留下来，本爱后对自己，做一只纪念。对音乐到木雕，蔡平阳作为一生人嘅先生，做大件事情都盡心用認真嘅佢，永遠係生人嘅心肝度嘅模範。蔡平陽傳承本後退嘅，除咗佢豐富嘅木雕作品以外，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堅持去做佢認為錯嘅事情。持續無停嘅客家精神。